所以我们一起为所有一切的众生发菩提心，要了知在六道轮回中的所有一切的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亲，所以一切众生跟我们的关系就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所以呢，一切众生都是作为我们自己的母亲，在一世的母亲一般的一种地位跟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看法来。那我们要为所有的众生要发菩提心。为什么为所有的众生发菩提心？那么因为在六道中的所有的众生都是因无明因贪嗔痴在一直不断的造业，所以带来的一切结果都是不幸福的、不快乐的。当然，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希望快乐、需求快乐跟安乐，但是真正的会带来快乐的因修善断恶的行为都做不到，也不知道怎么去修善，也不知道怎么去断恶，所以呢，在长期呢都是在为了自己因贪嗔痴，都是在不断的在造业，所以所想到的跟所做的一切呢，都是完完全全就是颠倒的形式那么在不是自己在心里主要的想的。这个呢，就是要得到想的事情是想要得到安乐，想要得到快乐，想要得到幸福，但是实际在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会带来不快乐、不幸福、不安乐的只因造业。所以呢，这些一切的众生都是如同在一个盲人落在一个空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偏地一样的找不到任何的方向。那么因为这些众生都是非常的可怜所以这些众生都是曾经做过我们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呢，对我们有恩重如山，所以我们用修持佛法而发菩提心来报答他们的恩德，以这样的一个发愿跟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那么我们怎么去报答呢？那我们就能够可以这一次我们自己呢，可以在修持殊胜的妙法，而能够可以怎么说呢，证悟菩提果，然后度化一切众生，以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跟这样的发愿。那么我们在今天所讲的法来说的话在普贤上师言教书本当中呢，就是前善意都已经圆满，然后现在呢就是种善意的过程。种善意的过程来说的话，也是有很多个区分。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已经到在讲那个使不善业的当中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讲到呢，就是三种生善业的部分，昨天讲完了。那今天呢，就是四种欲的善业方面要开始接着要讲你们的书本应该是第95页是吧？对。第95页，好。四种欲善言，不妄语，断除妄语，说第10语。不两舌，断离间语，化解怨恨；不恶语，断除恶语，说悦耳语；不绮语，断除绮语，精进念诵。那么这4个呢，就是在欲的4种善业。那么当然就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4种欲的不善业，那么就是这些颠倒的善业跟不善业来说的话，就是相比怎么说呢
颠倒的。如果是我们就是说在4种欲的善业，那么就是变成4种欲的不善业或者是善业跟不善业这2个相反而已。然后我们就现在呢，就是要千万已经知道了，我们就是做要造这些10种不善业的果报，都一一的解释过，然后4种欲的不善业的果报也解释过，所以呢，我们就必须得要从今以后呢，我们就是要能够可以在自己就是尽兴在怎么说呢不妄语不恶语然后就是不两舌等等这些，像比如说我们就是说谎，那么在大的小的各个方面，那么就是这些都是本身就是不是很好的那么就是相当就是在那个说谎就是直接也是欺骗人的一种嘛。那么在欺骗人的话，就是都是这些一切本来就是为什么要去说谎，为什么就说那种怎么说呢妄语妄语的部分来说的，我们在各种各样的那种说谎，就是有些大的妄语跟小的妄语与这种的区分而已，实际上来说的都是不好。所以我们在一个修行人来说的话，一生之中自己要落下一个心里的一种怎么说呢成愿，就是发一个愿，相当就是我今生当中呢就不说谎，不说怎么说呢妄语要断除妄语说真实的语，就是说话都是一定要很注意要很重视那么这些来说的话，就是佛陀给我们修行人所讲的一切戒律戒条都是这样来的，相当呢就是在一个在释迦佛的比丘制，他的各种各样的戒律都是非常严格。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比丘制呢，那么在佛的所有的弟子里面修行的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相当也是最杰出的所有的修行人里面，可以算是最高层，也可以说是最严格的。那么相当就是在一个学校，那么从小学、中学、大学，那么在小学的时候就是有什么样子的条例，中学的时候有什么样子的规章制度，大学、博士、硕士这些当中呢，就是有一些是最严格的部分，跟有些呢就是比较不是那么严格的部分。那么在一个单位里面或者是一个公司里面都一样的，但是军人就不一样，军人的那种相当纪律就是特别的严谨所以相当也是这样一个释迦比丘的一个戒律是非常的严格，但是这个是佛陀定的，但是很多的释迦比丘当中呢，就是也有非常好的那也不算是特别好的，都有各种各样的。因为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修行人，相当我们所有的修行人也一样。那么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戒律是什么？那么相当在这里4种欲的善业，我们要修行。平常都是说我是一个修行人，我要修行，我们要修什么？今天我们学习的是这个，我们要修4种欲善业。欲的善业，第一个是什么？不说谎断除谎语恶语断除恶语，然后说话都是一定要非常注意，任何一个时间生活当中都是不能说任何这种欺骗人的跟不真实的话，不真实的语言。因为我们都是讲人生非常无常，那么人生无常，而且我们得到了这种下面人生是非常珍贵非常难得。为什么说那么珍贵？因为他这个利用这个短短的人生的几十年的时间来，能够可以改变自己的
生生世世。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但是这个时间非常短，所以就更加的珍贵。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只是我们在平常的一种普通的说话，也是一定要严谨，都一定要说善良的语言，然后真实的语言。那么多的那种怎么说呢不如法的这些语言都是要断除而且最主要呢就是在怎么说呢妄语呢就是有怎么说呢大的妄语跟小的妄语这种的分别。那么大的妄语来说的话，就有些人假仗自己有怎么说呢神通，是说看到什么某某人的前世跟来世等等的这种来说的话，那是一个最严重的恶语。然后平常就是其他主要是以为自己着想的所有的恶语都是不可以的，都是不好的。但如果说我们是大乘佛教菩萨成的有些菩萨来说的话，就从他的外表上相当就是身与欲的这两种的这个所有的戒律都是有怎么说呢允许的时候，允许可以在相当从外表上来说的话，就那么他说谎看到一个修行人他说谎，明明就是说谎，但是最主要呢就是他的根本的起心动念是为了要救一个人，或者是为了要救更多的人伤害了一个人等等，这种都是允许的。那么相当就是杀生是最严重的。但是对于一个菩萨来说的话，就因为菩萨本身就是内心是菩萨，所以慈悲心、慈悲为怀，那么发菩提心，看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如果是进行了杀生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呢？为了要救更多的人那么就在过去佛的意识是一个菩萨的时候，他也同样的就是为了救500个商人做生意的人，杀了一个人所以他当初杀死那个人的时候呢，如果是他今天不把这个人杀死的情况下，他会伤害到500个商人的生命。所以呢500个商人呢，如果是这一次没有死的情况下，将来都会成为菩萨的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杀死500个商人的这个人，他就是一定会下地狱然后在下地狱也是有地狱中的这种实践感痛苦的程度都有不等都有不同的，因为造业的原因就是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实践感，不同的痛苦，所以它是非常严重的罪嘛。所以就是在地狱里面可以说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再解脱出来的以这种的因缘。他看到了的时候呢，他就自发了一个愿，我把今天呢这个人我就把他杀了以后呢，我替他愿意下地狱。他也并不是说我杀了这个人我就完全没有任何的罪，因为知道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就他进行了杀生嘛，也不是。但是他敢下地狱，为了什么？为了众生敢下地狱就像就像那个地藏王菩萨所讲的一样。所以这为了众生他敢下地狱，所以呢他也是进行了杀生，然后呢就他断除了对方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圆满了很多个大阿僧祇见的功德跟智慧并没有比那种造业的因果以外他就是已经圆满了那么大的福德质量和智慧质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起心动念发心，
因为我们大乘佛教的修心是什么？发菩提心，内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使不善业也是有分为生、欲、意。那么意的这个菩提的那个意的这个不善业呢，永远都是要断除的，任何一个人都要断除的。不管是你是佛也好，不管你是菩萨也好，不管你是多有成就的一个修行者也好那么这个意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意念的这个怎么说呢？不善业是必须得要断除的。所以经常就是必须得要发善念、善心。那么语言相当就是你就有一个人跑过来，后面有几个人追过来追杀他。那么你为了救他你就知道他就往这边跑了，后面的人到了，你就说他是往那边跑。那种的怎么说呢？妄语是有功德的并没有怎么说呢？那个造业。那这样讲的话，那又从我们这个实践的一般的道理来看，那有的时候就看跑的那个人本身要看他是做什么的，他该不该死。这样去想的话，那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当下我们看到他是已经遇到了生命的危险，对吧？所以我们要救这个生命，以这个为重点。我们没有办法看更多或者是更远什么的，根本就看不出来，也是不用去看。当下你自己内心里面发的这个愿是什么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一切法的主要的善与不善，或者是说修的法或者说造的业会真正的成为成为能够可以背因果的，一切关键都是在心念上。如果心念不正确，你做了多么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庞大的或者是很多的数量的这个念经也好，修善也好，供养也好等等，一切都是从外表上看起来那么非常的伟大，非常的殊胜，但是内心起心动念不正确的情况下，你的所做的一切并不会有太大的功德所以呢，我们大乘佛教最主要的、最要重视的部分是什么？就是要心的起心动念内心的起心动念。自本作人